大家好，我係傻強。近排我留意到一個好有趣嘅現象，就係越嚟越多人開始主動戒短片。以前我哋成日講沉迷、講上癮，但係而家唔少人係有意識嘅刪 app、限時間，甚至同自己講今日唔睇。呢個轉變其實好重要，因為代表有一班人終於發現問題唔係自己自制力差，而係個系統本身就係設計嚟捉住你。短片平台最厲害嘅地方唔係內容有幾精彩，而係佢完全唔需要你做選擇。你唔使佢，唔使搜尋，只要一滑，下一條就已經準備好。呢種設計會令個腦進入一種被動狀態，你唔係主動消費內容，而係被內容消費。時間就係喺呢種情況下一點一點流走。好多人以為自己只係咗幾分鐘，但實際上短片平台最恐怖嘅地方就係佢會破壞你對時間嘅感覺。每條片都好短，你個腦會不斷話俾你聽，再一條都冇所謂。結果1個鐘就諗過嚟，而你回想唔到自己諗過嚟，只係覺得佢。而呢種嘅唔係身體嘅，而係精神嘅，因為短片內容轉換得太快，你個腦嘅時間消化、情緒、資訊、畫面不斷切換，最後你只會覺得空，但又停唔到。呢種狀態其實同傳統嘅娛樂完全唔同，佢唔係令你放鬆，而係令你麻木。所以我覺得越嚟越多人選擇戒短片，其實唔係反科技，而係一種自我保護。當你開始發現睇完短片之後，你嘅專注力下降，情緒變得煩躁，甚至連坐低嘅一段長內容都覺得辛苦，你自然會開始問：究竟我得到啲乜？平台當然唔會主動提醒你停，因為佢哋嘅商業模式就係用你嘅注意力換錢，你冇得越耐，廣告就越值錢，數據就越完整。喺呢個結構底下，用戶嘅健康使用從來都唔係優先考慮。而最矛盾嘅地方係，好多短片內容本身未必係壞，甚至好有娛樂性，但問題唔在於單一內容，而在於無止境。當你冇一個自然完結位，你就好難抽身。你唔係唔想停，而係停嘅成本變得好高。有啲人會話：咁我自制冇咪得咯？但呢句說話其實好殘忍，因為佢將一個系統性問題變成個人責任。當一個平台用心理學、演算法、數據分析去優化你停留時間，你單靠意志力去對抗，其實好唔公平。所以而家開始有人選擇戒短片，本質上係奪回主導權，唔係要完全唔用，而係重新設定界線，例如只喺特定時間嘅，或者直接刪 App， 用瀏覽器代替。呢啲方法唔係懲罰自己，而係幫個腦重新適應節奏。我自己都試過刻意減少嘅短片，最明顯嘅改變係一開始會好唔自在，好似少咗咁，但係過一段時間，你會發現自己靜得落嚟，做一件事可以做耐啲，個腦咁驅散。呢種感覺其實先係正常。最後我想講，短片平台唔會消失，佢哋只會越嚟越聰明。所以重點唔係等平台改，而係我哋自己要唔要醒。當你開始覺得時間唔見，精神被吸乾，其實已經係一個好清晰嘅信號。戒短片唔係潮流，亦唔係清高，而係一個人意識到自己有限。你嘅注意力、專注力、情緒都係資源，你俾佢出去就好難拎返。肯為自己設界線，本身就係一種成熟。如果你而家都覺得成日好嘅，但又講唔出原因，唔妨試下問自己一句：我最近俾咗幾多時間俾一啲其實佢都冇留低嘅內容？答案可能會令你好想停一停。